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間仔 Fishing Live 啊。咁今次咧，我哋又衝出香港去 fit 友啦。不過今次咧，我哋就唔係搭飛機，而係北上帶大家去到深圳嘅南澳參加由Daiwa聯同 Yamashita 舉辦嘅聯合杯。咁可能有啲觀眾啦，未必知道呢個比賽係咩嚟。咁等我喺度簡單咁講解少少啦。咁顧名思義，Daiwa Yamashita 聯合杯就係由Daiwa同埋 Yamashita 一齊舉辦嘅官方 fit 友比賽。咁今次咧嚟到第二屆啦。上一屆咧我就不幸失利啦，淨係釣到一隻合格嘅魷魚，大約20cm 咁大把啫。咁但係都好高興啦，Sea Hunter 海獵人釣魚會嘅會長禮爺獲得個人嘅大友獎啊，成為呢個現任嘅省港澳友王，認真巴閉。好啦，咁呢個比賽嘅規則咧非常之簡單啊。比賽主要分為兩個獎項，一個就係團體獎啦，而另一個就係個人獎。18cm 以上嘅魷魚咧先會納入計算。咁團體賽每隊就3位釣手。最後會計算3位釣手當中最大嘅5隻，以千克為單位計到小數點後2個位，最後以 gram 數去結算總重量。咁至於個人賽嘅獎項呢，就更加簡單啦，只要你釣到全場最大隻嗰隻，你就係冠軍啦。咁呢個比賽理所當然啦，就必須使用Daiwa同埋 Yamashita 嘅裝備，包括竿啦、鉸啦以及蠔蝦救生衣等等。冇錯，呢個比賽呢都係要必須穿戴救生衣噶。而且咧係唔接受腰掛式，只係接受肩掛式嘅啫。喂，唔係喎，我冇喎，咁點算啊？唔緊要，現場咧係提供租借服務，50蚊人民幣咧就可以租1日，中途咧係唔可以除落嚟噶。咁呢個比賽亦都會提供各位釣手專用嘅比賽服同埋比賽帽，咁都係一樣啦。比賽中途咧係唔可以除低任何比賽嘅服飾噶。咁即係話中途，哇，好熱啊，我要除晒啲衫，打大赤肋咁曬太陽游水係唔得噶 ，sorry。但係賽後咧，你就可以拎走件衫，冇問題。咁好啦，講到最後最吸引嘅就當然係比賽獎品啦。咁根據上次嘅經驗，冠軍咧將會有一系列嘅蠔蝦啦、竿啦、救生衣啦、衫啦等等，獎品可以話係幾豐富噶。咁個人嘅大友獎咧，更加會有一隻 Exceed 送俾你。咁即使大家冇獲得任何獎項，打晒龜咁樣都好，全場咧都會設有安慰獎，以抽獎嘅形式發放。咁上年咧就有啲名幫箱啊、蝦盒啊、衫啊、衛衣啊等等都有嘅，係啦。咁至於抽到啲咩咧，就好睇大家彩數啦。嗱，喺度戴定頭盔先。咁由於咧比賽嚴重失利啦，所以大家咧應該唔會睇到好多中魷魚嘅片段啦。咁呢條片咧主要都係想分享下呢個比賽，以及帶大家認識下呢一支新嘅中通竿。好啦，咁唔阻大家睇片 ，Go Go Go！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而家成功咧就抵羅湖，而家等我哋嘅另一位隊友就係呢個富士先生，富士山。咁我哋就會出發去到南澳，咁就先同Yamada san食個晚飯，係啦，咁就再返酒店執拾啲嘢啊，嗰樣嘢。仲有一位隊友嘅，咁就聽日佢先至會到，係啦。咁啊，嗰位隊友邊個呢？暫時我就唔透露住，係啦。咁啊，晏少少，大家睇片就會知道噶啦。呢位隊友呢，就犀利咯。呢位隊友，我諗 fit 友嚟講，佢都係好勁嗰啲嚟噶啦。咁啊，佢啊最中意 fit 友啦。我諗香港冇人比佢更中意 fit 友噶啦。佢話 OK。咁啊，而家睇到個現場。冇喺現場啦，而家睇到個天氣都非常之陰陰咁樣。咁啊，香港嗰邊就落緊毛毛雨啦。希望聽日個天色會好啲啦。如果唔係咁樣落雨法都幾惡掉，係啦。咁我哋而家 call 車，咁啊大概坐1個鐘頭車就會去到南澳。OK， 出發。哦。我哋嘅隊友灰捷神。好啦，我而家到咗南澳，咁聽日就會喺呢一度有集合，咁啊聽朝6點。而家我哋就喺度食咗個飯先。好。看看，そう香店老師。哦，一樣的。おー、同じ。
但是我的怎么说？あー、I know. 曲がってん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要学習，我要學習。寫字。喂，hello 咁多位，咁我哋而家就食完飯啦，去到酒店樓下，係啦，咁啊呢間叫做金益假日酒店。咁呢間酒店咧嘅好處就係第一啦，佢平啦，平得嚟之餘咧，只要行過呢條橋，再行多大概2分鐘就已經到達呢個聽日比賽嘅集合地點，係超近，係啦。咁啊對面亦都見到好多食肆啊。咁啊食肆之餘咧，佢有啲咩美宜街可以買啲聽日嘅補充嘢，隔離都有啲生活超市咁樣嗰啲嘢係啦。好啦，咁啊又帶大家去睇酒店啦。OK， 上房。好啦，到咗酒店，咁啊酒店都係咁啦，廁所都幾大，係啦，咁啊雙人房啦，但係1個人瞓，咁啊有張床，兩張床。呢度咧個景就一般般啦，有啲燈睇下。係啦，咁如果過嚟呢邊玩嘅話咧，我唔太建議嚟呢度嘅，因為一嚟冇乜景好睇啦，咁但係附近就除咗食嘢之外，感覺上都唔係嚟嗰邊玩。咁如果有興趣過嚟比賽嘅話，咁住呢度係非常方便，一流嘅。OK。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喺度介紹下我嚟緊聽日會用嘅裝備啦。咁啊，其實同香港係一模一樣嘅，因為呢度嘅不論水深啊、流速啊，同香港都係差唔多。咁依然會用 Exceed 啦，咁啊同香港嘅裝備係一模一樣嘅。咁啊 Exceed 啦，2500或者3000都可以。係啦，咁啊3號拉腳啦、快扣啦，都係一啲香港出去經常會用到嘅裝備啦。係啦，咁啊姣蝦方面，咁就都係 Emerald Joy 啦。係啦，咁啊基本上去到邊度都係用佢噶啦。咁但係今次咧就多多盒 Type S 係啦，咁啊慢沉嘅，咁啊大概6秒1米係啦。咁點解用到咁輕咧？因為其實今次呢個吊場，以我上次嘅經驗咧，其實佢個底好鞋嘅，好多石頭，好多大石咁樣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掛得太犀利嘅話咧，咁就真係要用到啲慢沉啦。係啦，咁呢邊個吊場咧都係7米8米啦，最深10米11米左右啦。咁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係啦，只不過唔清楚呢邊嘅魷魚生態佢係點樣，佢係仆喺石罅度啊，佢係喺半水啊，喺仆喺個底度啊，定係點樣？咁啊靠自己去摸索啦。好啦，咁如果有留意到啱啱片段而又冇飛走到嘅朋友咧，應該留意到片段入邊出現咗一支新桿，冇錯就係呢支 Stoy RT76MLM 嘅一支中通桿。係啦，咁呢一支桿咧就係中國同埋香港限定嘅一支桿，亦都係我哋聽日會攞嚟比賽嘅一支桿啦。係啦，咁呢一支桿嘅重量咧就係84 gram，係啦。咁攞上手之後咧，其實都唔覺得有攞到啲乜嘢嘅，係啦。咁因為其實我上年咧就攞嚟玩過幾槍啦。咁啊幾槍入邊完全拋頭嘅時候驚豔到我，因為作為一支中通桿，你係完全冇需要你會棘街啊、翹桿頭啊咁樣嗰啲嘢，最緊要拋嘅時候大力拋出去就啱噶啦，係啦。咁啊呢一個令到我好驚豔啦，因為我其實冇用過中通桿嘅，我係之前係用全部都係有好多隻街喺度嗰啲桿。咁啊如果個 FG 結綁得差少少，咁就會咔咔聲啦。咁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啦，係啦。咁啊呢一支桿咧完全係唔需要擔心呢一個問題。所以呢一支桿咧係完全驚豔到我嘅，由我上手嗰下我就知道我要買啦呢支桿。係啦 ，OK。咁呢一支桿咧，亦都係 Yamada 山田先生經過多次嚟香港 fit 友，咁啊亦都多次嚟到南澳 fit 友。咁當然啦，坐嘅全部都係我哋平時坐嘅快艇啦。咁佢經過咁多次坐嘅快艇之後咧，咁佢就覺得76 MLM 呢個調性係最適合坐喺一啲狹小快艇進行拋投嘅一個調性，係啦。咁啊經過多次嘅改良啦，咁就出現咗呢一支桿，係啦。
咁呢一支杆嘅調性咧，講到明就係 MLM 啦。show 俾大家睇下。哦，真係牌都未剪。係啦，前面呢節咁就係 ML 啦，前面呢節就係 ML 啦個調性，係啦，咁啊偏軟身嘅，係啦，咁啊慢慢去到後邊咧就會變咗 M 啦，咁而一直去到後邊，一直去到咁啊一直去到後邊咧就係都係 M 調嚟嘅，成個都係 M 調嚟嘅，咁啊杆腰完全係非常之有力啦，係啦。咁啊，一支中通杆啦 ，RT 嘅一支中通杆，係啦。咁大家唔好睇中國同埋香港限定就 Make in China 係啦，咁完全唔係嘅。咁根據嗰張介紹牌寫咧，所有嘢都係 Make in Japan，Make in Japan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啦。大家最喜歡嘅 Make in Japan， 咁就呢支杆全部都係 Make in Japan 係啦。咁啊，聽日就實戰啦。聽日等我試玩俾大家睇下呢一支杆到底有冇想像中咁好用。係啦，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種魷魚啊，或者 fit 油嘅弧度啊、調性啊 ，fit 緊嘅時候嗰個杆嘅弧度啊，係咪啱大家心水啦？係啦 ，OK 好啦，唔好意思打攪大家睇比賽係啦。咁啊講多少少啦。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呢一支杆中通杆。咁佢會條絲會黏住入邊嗰個內壁，咁就令到出絲唔暢順啦。咁其實咧呢一支杆佢嘅內壁咧係做咗疏水嘅設計，咁啊有啲凹凹凸凸啦，入邊有少少凹凹凸凸，咁然之後咧入邊亦都有疏水塗層嘅，所以咧條絲咧係唔容易黐住入邊嘅內壁嘅。係啦，咁用耐咗之後，咁亦都有一啲補充劑可以補充翻內壁入邊嘅疏水劑嘅，係啦。咁啊呢一支杆佢亦都會附帶一個威亞俾你穿絲啦。咁就算你唔見咗威亞或者冇帶威亞都好咧，亦都可以透過一啲方法去穿絲嘅，係啦。咁詳情咧我就陣間示範俾大家睇下。係啦，咁首先擺隻鉸上去啦，唔記得帶威亞咧係唔緊要嘅。唔記得帶威亞咧，都係會穿到啲絲上去嘅。咁首先啦，都係一樣啦。我哋開咗個杯，攞多啲絲出嚟。咁就喺第一隻街呢個位穿落去啦。咁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攞多啲絲出嚟，咁一路穿，一路穿，一路穿。咁穿完之後咧，大家唔知睇唔睇到啦？個杆頭咧會有條絲仔突咗出嚟嘅，咁就拉，咁就盡量拉長少少啦，盡量拉長少少。OK， 咁最難嘅杆頭位置呢一節點樣穿啊？咁我哋都係啦，喺杆尾嘅杆頭，即係呢支嘢嘅尾端，咁就穿入去。咁啊，穿啦！啊，咁啊，穿到咁上下咧，佢就掹多啲絲出嚟，發。係啦，咁啊，發到咁上下咧，大家見唔見到個杆頭啲絲已經出咗嚟？係啦，咁我聽日叫另一位隊友再示範一次俾大家睇下。早晨咁多位，咁而家時間就係5點半啦。係啦，咁我哋而家行緊過去集合處，咁啊做呢個集合前嘅準備係啦。咁啊，今日睇個天色，唔知睇咩都好黑。咁啊，今日都有啲風，跟住都幾多黑雲，可能會落雨。咁啊，今日個調防我預計會相當惡劣，係啦。咁啊，睇下陣間個調成點啦。
我哋嘅最後一位成員終於嚟臨啦！大家睇唔睇到呢位係邊個？呢位意想唔到嘅一位隊友。發財！哇！哇！你睇下呢位隊友。早晨。 What time wake up? Yes. Wake up. これはロット用呢位隊友帶隻狗過嚟，連試都冇。我梳隻狗唔係我嘅，你係嚟參加比賽嘅？唔係我第一日 fit 到嘅。試下啊嘛。係啊，咁而家另一位隊友咧就示範俾大家睇下。咁啊，穿啲絲入去啦。係啊，咁最緊要掹多啲絲出嚟，掹多啲。哇！咁如果大家冇攞威亞嘅話咧，要用呢個方法咧，首先要確保側邊係空曠嘅。如果唔係咧，就好易白到人或者白到啲歌。我們今天的話會有一個嘉華跟亞馬遜一個聯名的木蝦，已經進行銷售了。哇！之後穿入去個心度啦，咁啊篤多啲絲入去，篤。篤啦，有多啦。Yeah boy。預就大概預篤一半到啦。說明一下，如果你今天有到我們台網易客司國麻的用戶，我們現場的物資先到庫也有一個我們的易客司的一個限定的一個福袋可以領取的。係啦，咁啊發兩下之後咧，條絲就已經喺前面出咗嚟啦，全程冇用過威亞，完全唔使威亞。台湾商品的了解呗，阿尔法的意向在系。早上好。達標18 cm。18 cm。同頭先第一隻差唔多。火箭嚟嘅，火箭嚟嘅，長筒嚟嘅。火箭。我都冇見。安泰冇事。哦，是佢。
接下来是18号的船，18号船 AC 轰锋 team 的3位选手来到我们的参与处集合。再量一下统长，我们统长是这个地方要18公分，这个地方18公分，进行单尾称重。这个是那个的。对。Hello， 大家好啊！好啦，咁啊，恭喜我咧喺度刷新最遠距離嘅陸路打龜紀錄啦。係啦，咁啊，因為對於釣場同埋當地魷魚生態嘅唔熟悉啦，今次釣得差亦都係意料中事啊。咁其實兩度喺境外參加完比賽啦，咁都幾慨嘆香港喺魷魚呢方面嘅資源咧真係好好。咁即使係新手咧都非常之容易釣到啊。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好好珍惜香港呢個釣場啦。咁因為就連當日獲得亞軍嘅隊伍咧，都稱當地為呢個地獄釣場啊！大部分時間都係 fit 水。咁好啦，嚟到片尾，希望大家透過呢條片咧，可以了解到呢一支竿嘅各方面嘅性能，以及一啲小技巧啦。咩話？你話 fit 有片段太少唔夠睇？唔緊要，嚟緊嘅日子，呢一支76 MLM 將會成為我嘅新主力魷魚竿。咁期待下一次去 fit 友嘅時候，呢一支竿可以為大家帶嚟更多更精彩嘅畫面啦。好啦，咁我係奸仔，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